你好，我係楊明霞醫師。大家有冇試過有時坐喺度嘅時候，突然之間覺得眼前發黑，或者係手有啲痹痹地嘅感覺呢？咁其實咧係命運咧同自己可能做咗一個好嚴重嘅玩笑，因為呢啲症狀咧有機會咧就係有小中風嘅情況噶啦。如果唔理嘅話咧，可以係增加40%嘅機會咧患有真正中風嘅情況噶。咁今集咧食養生心呢個節目咧，我會同大家介紹一下咩叫小中風，同埋有啲咩方法咧可以預防嘅。小中風咧簡稱 TIA， 即係 Transient Ischemic Attack， 喺中文嚟講咧叫做間歇性腦缺血。間歇性腦缺血咧就等於突然之間停電咁樣，你覺得咧係突然之間意識會消失咗啦。醫學上面咧有一個術語講話叫 FAST。F 咧即係代表個面咧突然之間有機會係有啲下垂嘅情況，或者係兩邊咧唔對稱，或者係有啲歪歪地嘅情況啦。A 咧其實就係我哋突然之間覺得手臂或者係腳臂等等啲情況，甚至咧覺得行路咧係突然之間唔穩陣。而 S 咧就係突然之間覺得講嘢咧係唔清楚、唔清晰，有少少攣嘅情況。T 咧即係話如果見到 FAS 等等呢啲症狀咧，都要及時做一個檢查，咁先可以咧確保翻我哋唔會再演變為中風嘅。咁其實喺中醫嘅角度嚟講咧，小中風咧有幾個症型嘅。第一個症型咧就係剛陽上亢啦。如果個人咧平時特別容易係脾氣暴躁，容易係嬲嘅話咧，肝風內動、剛陽上亢咧都會導致咧小中風嘅。咁另外咧就係如果個人咧氣血瘀滯、氣虛血弱等等，因為氣血運行得唔好而導致瘀滯嘅情況，都會導致咧突然之間咧腦缺血嘅。再嚟咧就係痰瘀阻絡啦。痰同埋瘀咧都係身體裡面嘅病理產物。如果我哋痰瘀太多嘅話，阻塞經絡嘅話咧，都會導致腦缺血呢啲問題嘅。咁綜觀所有嘅情況咧，大家一定係要喺未病嘅時候先預防噶啦。跟住落嚟咧，想介紹幾樣食材俾大家咧，可以幫助大家預防小中風呢啲情況嘅。咁其實預防小中風咧，最緊要咧就係降血壓同埋降脂，紫菜啊、海帶啊、燕麥啊、芹菜等等咧，呢啲都可以幫助到嘅。咁另外咧就係保護血管嘅一啲食物啦，例如一啲深海魚，咁同埋啲果仁都係幫助到嘅。深海魚嚟講咧，其實最好咧就係啲三文魚啊。咁果仁嘅話咧，其實一般嚟講合桃啊、腰果等等咧都可以保護血管嘅。咁跟住落嚟咧就係通暢血管啦。喺食療上面咧，我哋係有啲黑木耳啊、山楂啊，或者係如果藥材嘅話，丹參啊、田七咧，呢啲都可以通暢血管嘅。咁當然啦，各位可以睇翻自己嘅體質咧，因應翻自己嘅病情咧嚟到揀選自己適合嘅食物嘅。跟住落嚟咧，想介紹一個養生補腦湯俾大家，幫助大家咧預防小中風嘅。首先咧就係有黑木耳，黑木耳可以幫助通暢血管啊。咁其實喺中醫嚟講咧，佢可以幫助護血之餘咧，亦都係有腸道清道夫之稱嘅。煮嘢食嘅時候，譬如蒸雞啊、蒸豬肉嘅時候，可以係切絲，加少少鹽啊，加少少豉油蒸嘅話咧，佢可以幫助我哋清宿便啦。咁同時咧，亦都可以幫助咧我哋活血化瘀嘅。揀選嘅時候咧，大家要注意翻啊，盡量黑木耳咧一定要乾身。咁跟住落嚟咧就係荷葉啦。荷葉喺夏天呢段時間咧，可以幫助咧我哋消暑啦，同時可以幫助去濕升清嘅。我哋脾胃咧係負責輸送營養同埋水液去身體唔同嘅地方啦。咁升清嘅作用咧，就令到脾胃升發嘅作用咧可以得到加強。咁同時咧，亦都可以令到咧我哋夏天嘅時候咧唔會咁容易攰。如果你覺得夏天咧食嘅肉類太油膩嘅話咧，不妨咧可以用啲荷葉咧隔住嚟蒸，咁都可以幫助咧我哋消滯，咁同時咧令到我哋食嘅肉食咧冇咁油膩嘅。跟住落嚟咧就係紅景天啦。呢度嘅紅景天咧其實係有機嘅紅景天，喺中醫嘅角度嚟講咧，可以幫助大家益血，同時可以活血啦，可以幫助抗脾
疲勞嘅。咁對於一啲缺血性嘅腦病咧，尤其是係可以有個預防防禦嘅作用嘅。平時咧用佢嚟煲湯或者係做啲食療咧，都可以幫助咧我哋預防小中風呢個問題嘅。咁跟住落嚟咧就係合桃啦。咁中國人有句説話講以形補形咧，合桃咧其實個樣咧有啲似我哋嘅腦嘅，可以幫助補腦啦，同時亦都可以有養腎嘅功效。如果有啲老人家咧有啲便秘嘅問題咧，合桃咧除咗可以補腎之外咧，亦都可以幫助咧我哋通暢大便嘅。咁平時咧適量食用2至3粒咧，都可以幫助咧我哋保護血管嘅。咁人參咧買嘅時候咧，大家可以聞一聞啦，有香嘅人參味。咁人參咧可以有大補元氣嘅作用啦，同時可以健脾益肺，咁亦都可以幫助我哋生津嘅。咁其實喺呢段夏天嘅時間，我哋講春夏養陽，秋冬養陰，意思即係話咧喺夏天呢段時間咧要保養陽氣，因為咧夏天我哋有時流汗流得多咧，會傷咗陽氣嘅。咁適量食用少少嘅人參咧，可以幫助我哋補肺脾之氣啦。咁同時咧亦都可以幫助咧我哋生津，令到咧我哋嘅血管咧更加通暢一啲嘅。跟住落嚟咧就係山楂啦，山楂咧可以幫助我哋活血啦，通暢血管，亦都可以幫助咧我哋降血脂嘅。咁有時咧我哋如果食得太多油膩肉食嗰啲漬劑咧，食山楂咧可以幫助咧我哋消滯消脂之餘咧，同時可以幫助我哋活血化瘀嘅。咁喺呢個湯裡面咧加入少少山楂咧，亦都可以令到整個湯咧有少少酸味，酸味入肝啊，其實養肝咧亦都可以幫助咧我哋調暢翻啲血氣嘅。咁跟住落嚟咧就同大家講一講養生補腦湯嘅做法啦，就係將所有嘅食材咧擺落呢個瑤池漢方嘅養生燜燒壺嗰度焗大概2個鐘頭，咁就可以飲用噶啦。哇！咁快咧，呢個養生補腦湯咧已經做好咗啦，有荷葉嘅清香，仲有山楂咧嗰種果香喎。等我試下。酸酸味味咧，好生津喎！大家不妨咧1個星期飲用1至2次咧，可以幫助大家保護血管，同時咧亦都可以強化血管㗎。等我同大家總括一下呢個養生補腦湯嘅食材啦。咁分別係有黑木耳、荷葉、紅景天、合桃、人參片同埋山楂，呢度咧都係我精心挑選嘅有機食材嚟嘅，加埋呢個瑤池漢方嘅養生燜燒壺咧，都係今次瑤池漢方慈善基金嘅義賣項目嚟嘅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。細個時候咧，爺爺好中意帶我去行山，咁有一次咧入夜嘅時候，見到滿天星空，哇！成個天空咧都係星，好靚好璀璨啊！爺爺咧於是乎笑笑口同我講話，其實人嘅內心咧都好似天空上面嘅星咁靚咁璀璨㗎，只不過咧我哋受到太多物質去污染，就等於好似星空咁樣。如果我哋有太多光染嘅話，我哋就見唔到啲星星㗎啦。當我哋人太多嘅慾念、太多嘅嬲怒、太多貪心嘅話咧，都會令到咧我哋個心靈咧受到污染。如果想令到我哋心靈咧好似星空咁靚嘅話咧，就要摒除所有嘅雜念同埋所有咧嗰啲不必要嘅負面情緒啦。爺爺喺我人生當中咧佔有一個好重要嘅地位，佢係一個好有智慧嘅爺爺。我成立呢個瑤池漢方慈善基金咧，就想紀念呢位咁有智慧嘅爺爺，同時將中醫養生嘅概念宣揚出去，令更加多人受惠。終極目標咧，就想興辦一間以中醫為理念嘅老人護理中心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，慷慨解囊。多謝大家收睇瑤池漢方慈善基金食養身心呢個節目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、訂閱並且撳鐘仔啦。如果大家有咩問題嘅話咧，都歡迎 inbox 翻楊明霞醫師呢個 Facebook 專頁，或者大家想知道更加多健康資訊嘅話咧，都可以 follow 翻我 Instagram 噶。